嚟緊就2026年馬年啦，工廠寄咗啲新嘢過嚟，大家一齊嚟欣賞係乜嘢？哦，一齊嚟檢查下有咩新嘅玩具可以玩。紫色嘅喎，紫色嘅喎，乜嘢嚟嘅？喂，哇！有埋黑超嘅小馬喎，仲喺入邊3年嘅。好，我哋嚟試下有咩嘢先，幾得意下嘅喎。然之後係牛啊，係馬嚟㗎，牛啊，馬明年馬年嚟嘅。然之後佢後邊可以入電芯，入咗電芯可以做咩咧？我哋一齊睇下。唔通佢識唱歌？仲有一粒，手等下先，仲有一粒電芯。呢隻係牛啊，馬，彩虹小馬哥啊，肯定就係佢㗎啦。OK， 然之後入咗電芯啦，跟住點咧？跟住喺邊度咧？屎忽邊度？睇到個籮柚啦，但係開關喺度 ，OK。然之後，喂，你喐下，篤你嘅眼啦！噔噔噔，彩虹小馬哥，誒？睇下前面，哎，噔噔噔噔。